請先觀看以下片段。條龍尾由店外排緊入嚟，跟住前面黑衫男人已經排咗幾分鐘，先排入店內，點知有兩婦女睇完餐牌，打尖攝入嚟，無視店外長龍，攝入隊中間，仲要好自然咁扮搵錢買嘢，完全唔覺得有問題。兩個成年人可以咁無恥唔排隊，以為打尖冇人睇到，做得出呢種行為嘅人，多數係惡人。如果其他人一出聲，一定變成罵戰，甚至有被打風險。人人睇完餐牌，都識得行去隊尾排隊。雖然被打尖，最多都係遲少少買到嘢。一個文明社會應該守秩序。如果個個好似佢哋咁買嘢，不分先後，排一世都未到，希望破壞秩序嘅人會變得越來越少。